500萬珠海香洲嘅獨棟別墅啊，可以見到下邊有咁靚嘅下沉式庭院，地面3層，地下2層，房本670平方，地面有400個方，地下都有將近係300平方嘅。然之後1樓花園200平方左右，下沉式庭院150平方。好，我哋而家嚟睇下屋內嘅位置先，非常之靚，活水嘅水系。1樓嘅客廳咧，層高就係4.5米，負一層嘅客廳層高6米，哇塞，帶有躍層嘅設計啊！呢邊咧有私家電梯，負一層有3個私家車位。呢邊咧就係中央島台就教嘅位置，再過嚟就係10人位嘅餐台啦，靚唔靚先？好，咁靚嘅中式廚房，咁大嘅空間，夠晒煮餸啦啩？呢度咧就係我哋側面嘅小院位置。好，我哋去前面再睇下前院位置先。總共可以做7間房都冇問題嘅。我哋步行就可以去到中山公園，仲有體育公園。前院嘅位置都係好靚噶，加起身200個方。然之後整個別墅小區係純別墅小區嚟嘅，非常之安靜噶。